我發覺最近大家睇一手樓啊，係俾啲新規咧蒙蔽咗雙眼嘅，所以今期河團咧專登帶大家過嚟睇下啲舊規嘅產品。呢隻戶型130方，連埋依一個入戶花園，雖然咧佢嘅上率係打咗8折，但係咧套內都可以去到成105方噶啦。以前呢隻戶型嘅話咧係要賣到成600萬嘅，點解當時候賣得唔好？係因為周邊有競品，但係依家咧已經係現樓嘅情況下啦，依然都係廳出陽台南向。咁樣樣嘅樓層，咁樣樣嘅景觀視野，講緊係540萬任揀。咁啊，依個產品嘅話有啲咩優勢呢？對比依家新規嘅產品，同樣都係500零萬，講緊咧係買緊啲80零方嘅3房，但係依度係買緊4房啊！每一個空間感嚟講咧都係相當之好。房間嘅面積嘅話咧，全部都係超過成10個方以上噶啦。如果你話住喺呢啲咁樣樣嘅戶型裏邊，同樣嘅價格，我相信唔使我講，你哋都識揀噶啦。依然都係帶主套嘅戶型，依然嘅話都係4開間朝南嘅產品嚟嘅。咁啊，依隻單位嘅話咧，唔單止樓層人揀，而且現樓即買即入住，即買即收樓噶啦。貨量嚟講咧，真係唔多噶啦。有興趣嘅揾河團帶你過嚟睇。